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92回，時間180年9月22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地獄。白烏鴉守住最左邊嘅傳送門，看守住跪喺地面等待阿達嘅12個地獄靈魂，而阿達就發出強大嘅激光，消滅喺中間嘅20個靈魂。而我同阿偉就一前一後護喺傳送門嘅前邊，嗰13個靈魂團團圍攻我哋。我最後抵擋唔住佢哋嘅圍攻，就用晒所有嘅羽毛形成一個盾，護喺自己嘅身前，搏晒命咁防守。但我俾嗰6個地獄靈魂逼到不斷退後，仲有幾步就會俾佢哋逼入去傳送門。而阿偉佢都頂唔住嗰7個靈魂嘅夾擊，佢俾其中一個靈魂起飛腳一踢，破咗佢嘅防守架勢，再俾另外一個靈魂撞咗入傳送門。喂，盧偉！呢個時候，泰麻嘅羽毛箭趕到，佢用羽毛組成咗一條黑邊，衝入去綁住阿偉嘅右腳，然後拉翻佢出嚟。同時，阿達、舅父亦都趕到，而7個地獄靈魂亦都把握住呢個難得嘅空隙，想同阿偉一齊跳入傳送門。泰麻眼見地獄靈魂準備跳入傳送門，條羽毛黑邊冇拉翻阿偉出嚟，反而圍住嗰7個地獄靈魂，將佢哋綁埋一齊。泰麻一手拉住佢哋，老六，黑烏鴉叫你唔好分心，繼續守住傳送門啊！但係阿偉，佢只係返回人間，唔會有事嘅。不過圓形嘅傳送門喺盧偉入咗去之後，由原本嘅白光突然間變咗紅光喎。咁阿偉佢有冇事啊？大家可以放心，偉仔佢只係被撞飛咗入平地度，佢而家慢慢爬翻起身啦。但係到傳送門再閃得好勁，跟住慢慢縮細咗，細到傳送門消失咗啊！究竟人工智能想玩咩花樣啊？眼見傳送門突然消失，原本應付勞碌嗰6位地獄靈魂發狂咁攻擊勞碌，勞碌嘅羽毛盾抵擋唔住，俾佢哋撞跌咗喺地下。跟住嗰班地獄靈魂用力跑去中間半空嘅傳送門嗰度。黑烏鴉右手操控住羽毛鞭綁實7位地獄靈魂，左手喺空氣度指揮剩低嘅羽毛箭飛去追擊跑走嘅地獄靈魂。黑烏鴉嘅羽毛箭擊中佢哋嘅膝頭哥同埋腳腕嘅關節，令佢哋一時之間失去行動能力。但同之前嘅情況一樣，佢哋好快又會爬翻起身。所以黑烏鴉大聲俾咗2個指令：阿達，用你左手嘅能力，勞碌學我整羽毛鞭綁住佢哋。3、2、1，對唔住啊！我數完3聲之後，黑烏鴉即刻收起羽毛鞭，而我左手掂住其中一個地獄靈魂，激光由佢身上面擴散到其他同佢身體有接觸嘅靈魂，然後激光爆發，佢哋就喺我面前化成灰，然後慢慢飄上天。阿達，有一個地獄靈魂喺激光擴散到佢身體之前走甩咗啊！呢個時候，勞碌操控羽毛鞭將逃走嗰位靈魂綁實，再將佢送到我面前。阿達，要麻煩你啦！對唔住啊，第28位靈魂。同一時間，勞碌再嘗試操控羽毛，飛去跌咗喺地嗰6個靈魂嗰度。而嗰6位地獄靈魂嘅關節雖然仲插住黑色羽毛，但佢哋唔理痛楚，一齊企起身，就算幾辛苦，都要行到去中間嘅傳送門。而呢個時候，勞碌嘅半黑半白羽毛箭趕到，圍住嗰6個地獄靈魂，然後多支羽毛同一時間收縮，狠狠咁綁實呢6個靈魂。黑烏鴉為免再有靈魂逃脫嘅情況出現，佢都用羽毛鞭狠狠綁實佢哋。呢6位靈魂一路掙扎，一路望緊行緊過嚟嘅我。唔好意思啊，咁多位，對唔住啊。好，仲剩低細佬嗰邊嘅傳送門未處理。泰麻，可唔可以俾我翻去睇一睇阿偉嘅情況啊？勞碌，你要記住，
你係新一任村長，應該以大任為先。況且蘆葦你已經返咗人間，照道理應該安全。係嘅。阿達，好快我哋就可以完成呢度嘅工作，然後揾金敏或者人工智能問清楚。家姐，呢12個靈魂一直跪喺度，應該就係等阿達嘅希望之光。你哋不如起身先啦。我一講完，呢12位靈魂就起咗身，喺我面前手拖手，一字排開咁企喺度。然後我就同佢哋講：你哋有冇啲乜嘢最後嘅說話想講啊？又或者你哋其實可以返入鐵櫃入邊啦，然後繼續之前嘅刑罰。阿達，佢哋全部耷低頭，乜都冇講，咁即係佢哋啱啱傳遞咗信息入我個腦度，佢哋就係想快啲得到解脫啊！既然佢哋去意已決，阿達，咁就請你動手啦。佢哋合埋咗眼，等阿達你落手。咁多位，希望我左手嘅激光可以帶你哋去到你心目中嘅玄武大帝身邊啦。我左手掂住最左手邊嘅靈魂嘅手，佢抬頭望我，報以一個微笑。激光好快由第一位擴散到去最後一位，呢12位靈魂好快就被激光打成灰燼，同之前一樣，慢慢咁飄上半空之中。我望住我左手嘅交叉，直到呢一刻為止，我一共解決咗46位曾經生活喺啞鈴洲嘅靈魂。我呢隻左手變咗做劊子手。好啦，太嫲太舅公、舅父阿達，我哋而家可以透過傳送門翻去啞鈴洲揾一位啦。咪住，仲有一位地獄靈魂未解決。仲有一位？冇錯，就係求知。太嫲太舅公，等等先，我知道舅父佢係因為偷飲靈魂之水，所以被罰落地獄，但係所以你知道要遵守相關嘅規矩。《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》第2季小島篇第92回，地獄9。阿攝飾演阿達，阿 O 飾演求知，小白飾演白烏鴉盧地，Kitty 飾演黑烏鴉盧天，斯芬飾演盧六，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